係啊，各位聽眾，嗰個在歡迎落嚟讀到嚟邊咧，學見你節目，這個禮拜我已經對嚟美國了啊！這個禮拜對嚟美國了，個潮嘅 studio 嘅 set up，潮個半時，因為啊，只係打我直接錄音錄冇聲，誒，攏聽我 OK 啊嗬，特啲 hang out 誒 OK 啊，誒，我頭一條要講 review 就是嚇，會好人看就是。睇見呢個學人講劇劇，我哋講情魔啊，誰啊？跟住我select highlight 啫，我係魔啊，你好，我去rasa sayang 大時學 instead of 有 bathroom，唔是 rasa sayang ENO 係伊無好lu bathroom，伊好lu，啊是 maybe 有 in addition to bathroom，伊好lu，你下單時住我哋想未去，伊個冇出聲話，俾單乜妹。Hello，講話啦。無一件是查某婆啊，冇你個來是查某婆，只是喺你遐甲你冇一差啊無，你冇一零遐，俾你下單時。有一天我大擺未記嘅，就死嘅話。而且唔知是我看到紅線嘅當今。OK，嚟歡迎這禮拜特別嘉賓。啊，等陣我講得成為 idea。啊，我去 ENO 了時只，我去嗰邊大時伊個房間 self 係 bathroom 伊係滿，แล้ว我咁樣按到情咯，情咗隻 scar，隻情咗成 comfortable 嘛，對我是零零嘅。पूकीแล้วแล้ว是ตะวันขี่เบก嘅มัว對嚟咯，我特特之做潮情มัว揾落人。好啦，你冇 try 情มัว啊？以後阿龍一爽我 try to convert 嘅แล้วว่าเป็น叫情มัว。係咪摸沙龍嗬？一半嗰時巨星褲嘅。係咪一半是巨星褲？我聽到有位咯，成個青紙包嘅，嗰時成個環拿包嘅。我成個環拿包嘅。嗱，你看到我青紙包唔上塊面啊！你看到哇？冇青紙包嗰隻罐嘅嘛。冇，意思青色，一直上一條嘛，一包個料嘛。係我小眼咗包緊你罐都夾落嚟夾嚟。冇啦，有當時安迪嗰個包隻罐你唔知？我小眼咗包成安迪那個。有當時整個出來嘛，包成安迪，後面使。八節咱做隻 episode 叫青節對嚟，咱講為麼啊？即係佢 episode 講為麼啊？有特人就俾情話，我了誒佢叫為麼嚇？我俾要青節對嚟啊！我冇摸，我冇摸夾到頂部。名稱包咩使？嚇，你大介紹我特別嘅邊就，我哋聽到咧聲老椒應該點歡迎，應該點。Hello，大家好。了個有校長歡迎。Hello，แล้วก็ตอน聽到聲查某婆歡迎。Hello，แล้วก็聽過一件事，紅事，唔知名，紅事是最紅事是唔是？攏知哦，攏看你名知哦。聽過，紅事咱聽過嘅。伊名我知咯，就是。意思係咩 brand 老椒。伊老椒咧，特別我未記伊名。我本未記。咩 brand 嗰時候？咩 brand？咩紅事 brand 啊？我紅事票呀 ，KDK。我佢記啊 ，KDK。我佢記 KDK 個本啊。有咯，我未記住。紅事㗎啦，你 brand KDK 冇啊？有人家叫回聲本啦，我未記咯。我應該冇聽過嘅物件。叫 KDK， 咱就就係講啊，咱我唔知，未曉。咱就要做哦，冇做別。個有到底 Skype 嗰邊嘅獨立頭歡迎。歡迎。獨立頭你聽到嗰啲人講話嗰邊人。哎呦，嗰個係啱人講話你聽到。你人講咩嘅嘢？但係你冇聽到咩？人講話是。是，到底未聽到，啷講話？叫獨立頭啫。Hello，
OK，個立聽得聽得聽得。我是四粒子啊。OK，然後當結但我當入頭我冇個橋誒你所以我係 control Skype 合併嘅聲，會咁大聲，開細聲。嚟哦，這是新椒呀，新椒啊。Hello，我是我鳥。哦，我鳥，一早冇到啲國家，一早聽講啊。我鳥是到啲New York 嘅城市。是。歡迎我鳥。了個我鳥本老椒來過啊，是講冇只是講到，特別係外口嘅。了個有黑一間啊，即係頂啊，唔知點做啊。特別我辦嘅報數餅，就是一塊都 click 到接來啊。這禮拜咧，我被講嘅話題是 Hawklish。Hawklish，actually Hawklish 是唔是外啲有人看隻燈叫做 Hawklish 是唔是？啲韓國咧是有 Hawklish 嘅。這人有 echo 啊，我聽到我嘅機聲。只人看咧，那是你來 join 我 show，你個看你 YouTube 嘅 feed 咧，係都對。John 啊，你譬如講一句話，Hawklish 我聽。Okay, why you so like that? Oh, yeah. Okay, Like that one啦，like that one啦。Like that one is。都唔知咩？當見邊領啊，因為有佢哋紅會青會啊，都等貴嘅老師冇俾黐一個，但係就把燈咧貴嘅落去嘛。咁我哋諗住圖紙牌嘛，對唔對？我特別嘅你訂係咯，等你青會啲貴嘅落去嘛。邊領當見啲 Georgetown，我看到我朋友一全線協嘅時候，因為一小條 rest once can already。明咩？第一道會了。Rest once can already。因為當時啊，我講聽做時候咪講學歷，你頂住我去食，我去叫人 remind 我講一個我講我去特啲係咪啊？激醒啊，唔是激醒，的醒，即係你做菜做菜。一隻物件咧，我聽到人講一句話咧，互我想起一個 idea， 我做一個戲呢。有當時嚇。即手臂，你都袂會曉講，你都袂曉學緊話，你梗係明白嘅當時。就是啦，我有朋友問我解釋，我講我比較解釋歹勢。我真係比較解釋。是你特別，你較只是用學緊話structure。假使你用雲南話，你會曉雲南話，你咪會曉咯；假使鄧蘭話，你會曉咯。咩？有當時冇想喎，當時佢嚟冇想。Okay，so 特別雲南對明白，我人講雲南，隔離馬來西亞人明白。特別伊是伊樣是因為樣關係聽人講話嘅事咋，所以我當見我學你一個但係你講譬如講，我比較講嘅，但係人國中嘅教句話當見，譬如講是譬如嚇，譬如講，按照寫下譬如講，譬啊，要未曉。我排到嚟，你跑啊？到啲WhatsApp 會有，是到啲WhatsApp，你跑 WhatsApp 會好啊？你學當今啷那是要對我hip hop 咧 ，Snapchat 咧，因為 hip hop 對埋你先是個老作，對面那是個老作，然後個一人對話，頭只個笑，個人拍講講話。我梗係食錯啊！我被對啊！你嘅 website 有開 live 播，到你 website。冇。你講咩英國點？你去嘅時我梗係食錯㗎你啊！我被對啊！我直對你嘅 Facebook 咁咪個了，話了梗係極閃住佢嘅。又見到你差唔多被對啊？唔是啊？你攰啊時？冇啦，11月嘅對啦。我可能佢就咪是好多係解決當嘅。11月都冇榴蓮了。我知道我只係食榴蓮啊！平常時冇食，你食榴蓮呢？平常時我冇食榴蓮。馬路榴蓮唔是登記了咩？我知呀。冇，阿咪有當本。我特別有個大開嘅，一年個了開。你愛吹本，你愛吹咩吹掉？特別本好食咯，你本咧借數嘛？特別上貴嘅啦。然後一樣是season，假是冇season，不是真貴嘅。好食啦，是榴蓮都好食。一刀較貴嘅，我聽人講，我去你貴子園嘅時人講，一樣唔知是河無夠嘅時，是上濟河上面，你榴蓮
白聲我聽冇講。上節號，上節號哦嚇，上節號咧未聲未出咧，所以變做較貴去咯。特別我對時還是去較實際啊，我個出過中咧走時無個實出較濟咯，有可能。馬路濟我路邊都有賣咪甘榜嘅榴蓮啊，啊俾我買我食咧結結好料嘅。結結。金邦嘅咪是好料，金邦嘅咪是好料。有 difference 嘅，只出嘅，你只魚啊，做你款嚟輸，你是個人個，你是個只安怎你講？誒，不是你講榴蓮多啊？你佢知講榴蓮多，我未記完名啦。OK，下禮拜啊，唔係下禮拜，佢知講榴蓮多，那是聽張龍會聽啊，你好，那係使去買榴蓮嚟食，你看。去邊呢hokkien.com/。哎呀，阿寶買啦，咁了要馬來西亞買榴蓮嚟食啦，我食錯啦，我幫我試。人食榴蓮都食錯咯，應該對。係啦。我話是你買假你榴蓮來給我看啊，你人若是要聽來講下，你要參加邊個學嘅錄音，唔知講怎參加，你若是去邊個hokkien.com/join JOIN。How to go in？咱問話 how to go in？誒唔是，咁你定頭聲了解 go in。ไม่แง่ซิง哎呦แล้วOK 當緊咱嚟講安怎是叫做學 English 我開始咧用我就講聽我到底咧的性嘅故事先我舊位參加一段嘅朋友咧都去食早餐咯我唔捌去過咧大邊咧嘅股啊直到我食嘅這物件啊特別我食這物件你是應該是講到底邊咧人應該是不食過咧我根本唔食過啦我就是去迪城哦，迪城。你邊店啊？應該點？應該點？你邊店啊？太尖。你邊店啊？我見講。Sorry，我被偷個 B。แล้ว我咪是去教我朋友一定去食咯。แล้ว老人在迪城當然唔知是出嚟。TripAdvisor 時候咪到咧變咗真濟人咋，然後嗰隻外國人啦，佢隻阿摩啊，是 Australia 阿摩人去食，然後去嗰邊嘅時候，是有來有成中國人去面食，然後排隊食飯咯，你特別提號頭咋，因為學你隻號頭啊，你是排隊咯，掉咧叫你號頭嗰時，你家嚟坐咯，然後我咪是去提我嘅號頭徛掉時，但怪古本人個波點正咧。佢個頭前佢個頭前嗰時候學以往嘅號頭嗰時，呢度話你嗰啲學另外一號頭同學哋攞嚟阿莫雜波，你可以拿阿莫雜波教阿莫雜波講你 number 幾號？你阿莫雜波就講how long does it take？ how long is the wait？ 佢講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 我未跟你講，講我錄就係佢。而家我未跟你講就估，所以唔使我未跟你講就估。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 你有冇聽到啦？你聽到？但我冚埋 camera 先，我去整一先。我冚埋 camera， 我。有見係你夾到佢，夾到佢。夾到佢。個講。I think 你冚咧，我冚嘅，哈。แล้วอีบุก็名你名啊 OK， 我唔知名新疆還是天แล้ว所以咪是講 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 咯แล้ว一直播我能看到我聽到咧時我就成個 split second 啊就幾一秒鐘啦面我感覺你講咩原來是講我未跟你講啦句所以我聽到我明白阿莫什麼一邊聲講佢唔使講咩你特別一聽就講 I cannot 所以伊唔使講伊是未單啊還是咩一邊知道 confuse 佢因為我有那行之去嘛有那行之去我就教我朋友我就看到我朋友我俾佢去看伊目睭看又聽到咯因為在一直落來是伊講講但我聽到伊成時講I cannot 講 for you how long 我講寶寶，你講 talk for you， 你講 talk for you， 但我就想到，其實
伊真正對人關係嘅人時候是完全是無奇怪無來路咯，特別對一個袂曉講福建話人嚟講特別好聽，所以咱咪講嚟學呢些就是講，咱用福建話 structure sentence structure 特別用阿毛字講嘅，咱其實就有真正濟㗎。特別阿 John 佢呢度唔是福建嘢，特大鄧人話你都會 translate 去阿毛話，伊個 construction 咪是像嘅 syntax，鄧人話 syntax 像嘛。啊，像啊，特別我咪講福建嘅咯，就是咱福建特別到底咱邊人會講誒學呢些咩？你人咪聽過咧？但特晚我學即叫我學伊學伊 example，人家講咧嚇，應該學點 example。你講嘢啊嘛，學語咪是學以 example 咯。冇，阿咪我講用福建話，學你隻 example 先。學你。譬如講，特別譬如講是成個人講 ，OK，let's say，譬如講，然後人家講嘛，特別你講 ，I want to give you an example in 福建人就講，我學你一個譬如。啊！我學你一個，我講下你看，我學你一個 sample 啊，這都是 sample。我是連對上嚟一本啦，我學你一個 sample。我學你，我講 MC。夾講。夾譬如講是夾嘛是會使嗬。夾絲講啦，夾絲講。夾絲講，我學你一個，我學你一個輕看。真多。冇人講話，我咪聽過。你未學別人嘅仔。我看咱若是有知有聽過，那咁我學你一個，我夾講學你看。譬如講嗰時夾講。譬如講。แล้วแก講啦，我先แก講。OK，當今別人咧，你人學我講，學我聽，你人經驗，再講一個學咧。上加啲馬來西亞人真正教講啲阿媽話講 where God，大陸是大陸。思考。你用鄧人話伊是好事啦，特別你我講阿媽話，伊較歹聽淡薄啊。跨聲 ，see first，思考 first，跨聲，思考 first 咧，跨咗聲，嚇，思考 first，eat first 啦，嚇，係咩嘅 ？eat first，加聲 ，eat first 啊，先先 ，eat first，先食 eat first。有一個錄啊，去看看。錄詩有人講嘅咋？阿毛，啲英國人講律師啊，let's have a look see。呀哈，這邊冇人講。個就是cry father cry mother。靠波。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冇啊，係咁嘅，人山人海。這人。Cry father mother。靠北靠波。cry father cry mother。佢 sentence structure 上佢人講但我當今講嘅就是當然 Bruce 本已經用嘅變做當我講話時啊，依個 eat what？ eat what？ 我講冇啦。我即是我教我，你冇常常用本嘅啫。我教我朋友之間係講 ，if can if cannot cannot。喂 can cannot。我係自所咪是 A 就 A， 我係自所是美國人，我係自所係美國人，伊咪是教講外國啦，外國嚇，咪啦，參人嗰時啊，就講啦。只坎坷解釋啊，就是啊，我看馬來西亞人啊，跟住邊啲人，跟我看，跟巴黎國嘅人咧，有陣時都做一個 group 啊，哇！伊聽冇人講個咩啊，你講啊，你隔離朋友講嘅時候，咪是馬來西亞阿毛話嚟嘛，你尋學勁話你看，as long as you understand 就好，一白人就吹佢看啦，你講我明白。阿蕉嚟啊，歡迎阿蕉。Angela。Herbal。知唔知學你？即是雞餃。
阿莫切。That means 我一個禮拜要去檳城咯。什麼？That means 我講就係阿莫赤，佢特登係阿莫嘅無好嘅，有唔是講 that means 嘅，有時講 that's mean 嘅咯。That's mean. That is mean. That is mean. That mean 咯，有人講 that mean 咯。特別我感覺到你 S 嘅聲嚇是有當時是 optional 嘅，會對。你講你 broken English 是啊。is optional 嘅，我想去多啊，咩意思啊？你聽應該我是講嘅是，啊是 is optional 嘅，面是有當時是完全無 S， 有當時是加了 S。特別我聽到較濟是加了 S， 伊想感覺你用較濟 S 嚟講，伊就較像阿毛啊。誒，我睇到一個，我講嚇，你看到哦，呢個是啊嘛。OK， 咱當機。如果一啊，你有聽到那個？你聽到？You wait I go and call the Hokkien Mee 哈，叫 Hello Hokkien Mee。哦對啦 ，Hello Hokkien Mee。有人講，我剛 call。有講有啊。學你下，學你下。對，我想到都是安尼看伊甲伊囝講，特別我袂記伊 conversation 點是啥物，特別我第突然就是我坐去食飯本啊，做茶了，你知咧有個店加逼淡薄，所以 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 啊？我食飯嘅睇手會浪到後尾人啦。所以我嘛閃咯，因為伊囡仔佇入面跳嘛。因為媽袂曉講阿無話，特別硬講甲伊囝講阿無話，死咯講下你個了是真正 broken 嘅阿無話。伊講哈 cannot do like that 啊 ，later 啊 your hand 啊會kena auntie。哎，叫我 auntie 就知啦。auntie already。你講別講阿無話，別講阿無話，都是叫我 auntie。你唔對啊！這句話係咩啊？auntie。那我無可以講佢也無話，你我頭邊可以講嘛講，死咯，生兩副真實人話嫁出嚟驚，不是別講阿無話。誒不，好講，我跟我話伊嘛好。我知道是啊，佢講到 auntie。我到底攞記總統 super。我記 super 誒，到底 Burma Road super 一間 shopping complex。supermarket 嘅 super 嚇，去 department store，แล้ว我到底看一邊，還是我指嘅就話無你個教應嘅，即係下個啊，無你個教應嘅，伊嘛是還是只真理情嘛，還是無你個唔知冇夠一回嘅即係閒嘅，แล้ว無你個曉滴答嘛，你又驚。然後伊都真係搞去更啊，往去咧，迄個買咧 baby 物件，好囡仔物件，伊都去更咧氹配你知？伊即係話先氹配係到底底，嘛是叫你更行去咯。แล้ว我人就是買咧囡仔物件去，แล้ว伊個那我 promoter 係 sales girl 行來嘛，嚇，แล้ว我就看到死啊，就看拿一邊嘅 on 了，就行來，到底邊我目睭邊咧看到咯，แล้ว因為我看到行到來要錯。被講買啲圖啲物件啦，然後我就看到微博，我看咩講微博係講，你問嘢咧，問啲圖咧，確定你留意嚟賣路，肯定留意嚟賣路。你試下，我一直頭行嚇，下期啊聽到我講嘅時候，小姐餅走行埋去。我教落只招，那是啱背緊啦，啱嚟教你講，我都成看到要嚟賣呢個。哎呀，確定我哋留意嚟賣路啦，係驚叫留意嘅人都唔敢嚟啊！我本時有一個相關嘅經驗本來，講咱超市間咱處啊，就抄落嘅樣，只是嘅講人係派話，我頭先。係咯。我記得我做一個 DG 位，一時到啲新加坡嘅，喺新加坡對嚟，係咯，如果你嘅 DG 位唔知佢教下面裏邊嘅嘅 number 係咩啦，誒你到啲新加坡嘅嘛，所以 DG number 就 just maintain mode 嘅嘛，你邊教類，係咯，我講我冇你邊喺呢邊做，你邊教佢做嘅，其實教到我呢邊做嘅，於是啲教學得夾落波嘅啫，啲教學後就講冇，你手就我教我咁夾緊做嘅。
係咧，咪你小雜包，你教就我叫我很做，小雜包係個，我同我走你講，小我你諗唔知叫人小雜我，到底是住個女朋友講呀？我哋要講嘅，我講徛啲小雜包入邊你朋友把你個咖喱小雜包講完啦。你講了了，講了你下回來，你講別人做，你調整咗。我講好，我自己講小雜包叫我很做。好笑，誒，等陣我俾介紹個歸納你嘅片段係咧老椒阿 boy 可能，所以你阿 boy 可能，แล้วก็ก็就是看你是裝啊，你把對來講一對來，哇啊，你咩咩？ ，Stanley，有事啊，阿龍，按照你冇交代嘅。我唔係耶，我想你後邊，你個畫面，咁樣時候就話你講很正，OK？特別個美國人鬥咗，個人鬥啊，林北嚇林北啊，係啊冇人鬥，你咪是人鬥嘅名，我名四頭毛，咩林北咩？四頭毛咯，把你家頭毛，四頭毛啊，你咪做四頭毛啊？我他媽四頭毛一嘢只有冇嘅啦，而所變咗可能。哦，特別你把你家間啊，我看到你後尾 headline 嘅 Q 嘅水，有幾時間？集咩？哦，我在淺個你冇卡，你後尾淺個，你跳你就裝你邊一是就人。微博，喂，嚟，你咪唱啦，哇，你有晒哦。啲上冷嘅，you want to speak some Hokkien？哦，ครับค่ะนี่ค่ะนี่ครับค่ะเนี่ย 林派講，ลำพานี่ค่ะ誒，等陣先，誒林帕是被播嘅點啊？ลำพา什麼是叫被播點啊？嚇，你即係林派 in 低 call 啊？唔是，我是講被播嘅點，被播點什麼啊？講播點波點啊？啊啊，波點是你講咩？什麼波點啊？啊，被播啊，被播點。The shop that sell cloth, what do you call in Thai? Huh? The shop that sell cloth, what do you call in Thai? Sell cloth. I don't know. Cloth? What's cloth fabric Fabric, yeah, fabric. A shop that sells a fabric, how do you sell in Thai? ผ้าร้านขายผ้า ร้านผ้าเนาะร้านขายผ้าเดี๋ยวก็ร้านขายผ้าขอบคุณครับ我入琴啦，上面你見我講是真係臭話嚟啊！ห้ามยิ้มแกห้ามยิ้มแก我入琴แล้วก็เลยเสร็จทำผ้าผิดแล้ว ร้านผ้าปิดแล้วร้านผ้าปิดแล้ว ผิดแล้ว ร้านผ้าปิดแล้ว ทำผ้าผิดแล้ว ร้านผ้าขำอ่ะเอาบนร้านผ้าปิดเนี่ย แล้ว Oh my god โอเคแล้ว Anyone talk about 林派？ โอเคแล้วตอนกี้ว่ากี่ร้านผ้าปิดแล้วเหรอไม่เกี่ยวก็เองไงกีฬาร้านผ้าปิดแล้ว ผ้าผิดแล้ว ร้านผ้าปิดแล้วอ่ะ我ไม่รู้ร้านผ้าปิดแล้ว你幾時吹到邊度嘅我他媽是訂嚟訂去啊 ，after that，我未去撞嘢啊嘛，所以我成日未訂，多賺已經添啊，媽一訂，我係 camera 走出嚟。哦，你就但係你 link 直接嚟 join 嘅，哦，我覺得你冇爭掉，可能佢看到你諗拍別了啊。你咪聽過邊啲學嘅咯？唔啦，你幾時頭先聽到邊啲學嘅是幾時？I think 幾年前 ago 啊 ，few years back， 幾年前。你到底 YouTube 吹到，還是到底pod 嗰啲 iTunes 嗰啲 Apple？我朋友介紹啊。哦，佢就是兩 word of mouth。到底到底吹 ？Facebook。哦，當見面前面擺本係冷傻啲啲嘅，大掉你咯。
喺幾時攞？等較濟人知去啊！然後 OK，你懂得咯？我你多厝多，我當然多不中是人哦。哦，不中，即係人到邊呢？即係南西咪到不中咯。或者你都到南西時叫啦，看貴哦，看邊有貴哦。แล้วก็ชิจักเก้ามาสิต่อที่บุจงแล้วโอเค嚟ลูจะมาที่กองลังไอ้ออดเตะฮอกลิชอีแต่มาเป็นมวยจะเลยตัวรับเท้าลูระลูบ่หวัง example ฮอกลิช我想無，唔怪你譬你譬，maybe 咱嗰陣時講，咱平時時講，哦，佢咱唔使咱講。好，你先上對時講，攞別人咧，別人。大隻嘛啲講，那是你啲邊領，冇可能你把你嘅邊領嘅朋友講 proper English 好笑咯，梗係好笑，梗係惡嘅。我遇到我有朋友唔講 proper English 嘅就。你咪即係阿超咯，阿超，嗰位long long啦，冇你唔是依個唔止依個話係哦 ，English 唔止是依個 sentence structure 嚟就，依個是人嘅 pronunciation 本部上嘅，人嘅 accent 嘅。但講人邊咧人講話，哇，係叫啊，計 action 嘅。嚇對。對，佢哋 action 嘅行我嚟，都唔知嗰啲意思喎。對，阿媽本嚟有講個 action。哦，即刻睇 one leg kick，爆個料 cover everything。This one 29.99 39.99 cover everything。咩意思？呢隻物件是爆個料咯，甚至啊物件爆個料。都打包嘛是，如果你講take away 啊，冇可能啦。我係百個啦。打包。你唔有聽誒，冇人有聽咩？你去買嘅杯，你同佢講，個 take away。我感覺邊咧？你係點解記啊？我那是只怪咯，應該解。Having here or take away 啊？你唔係計講打包，你冇可能，你冇可能，你去富國食物件。Uncle will having here or take away? Maybe high class 嘅喎。eat here or 打包。Well, actually 美國係美國，我係叫我頭一擺嚟美國嘅先嗱，即係按鈕應該係真按鈕。對啦，我講 take away 人未有聽。嚇，你講話，好你講。我講 take away 冇人聽無啊，人未有聽。嚇，人先叫 take out 啊，所以 take away 冇人有聽。To go for here to go。韓國不是叫 take out 嘅。take out 啦 take out 是 anything 都俾，特別讓到啲 fast food restaurant 是 for here or to go 嘅咪咯。OK 啦，叫 to go 咁對。for here or to go，你話人是講 having here or take away 嘛對，到啲馬來西亞是。having here or take away。即係我聽下 for here to go，係咪？聽講起 for here or to go。Australia 講咩啊？take away。having here or take away。having here or take away 三。啊，這是美國嚟㗎啦，美國嘅講 for here or to go，較快。別人咧，別人學你example，還是講講 pronunciation，成日人讀係咪物件？例子是garment 咯 ，garment 嚇 garment 乜事 garment。安怎啊？actually 安是講 garment 唔是變做成個衫然後去啊 garment。garment 講到衫嗬，我古早有一個同事啦，伊是阿毛仔嚟咗，伊唔是阿毛，伊是冇睇過當這他阿毛仔，特別咧嗬，伊食這物件是，伊是同阿伯嘅關係嚟咗，所以伊講嘅阿毛不是用食拖工嘅阿毛啊，係咧伊本身是副食就是唔叫咗，譬如講查某嘅嚟變衫啦，叫做不啦，冇伊叫 lingerie。哦，lingerie。誒，這個我冇聽過，because 有一個啊咧香港戲啊，食久嘅啦，就是
係咪 laundry 嘛？你有真濟人去買啲個就是係咪 lingerie，你有咩要掉伊？because 雲拿嚟買不比較ทัก。其實啦，你冇咩怪啫，有你，安那話你都被拔迄個阿摩字，阿摩字個被拔伊。lingerie 是唔是法國字嚟 ？French 嚟嘛？法國。所以佢講你被怪人嘅，其實你被成個講 expect。你會幫特人會曉個了咧話咩哦？然後你若是無人個你講你乜嘢知道，咪叫 lingerie 就成很 spell 咩？我前面就講，我是一直睇我車咯，你都唔知。誒，其實一隻，有我話你啲學嘅話，學翻啊話嘅 English 就係咯，依度你做咁講學，所以by right 嘅是較好嘅嘛，所以個唔錯。我甚至看到。我先看到你 lingerie 字，我跟時人嚟觀察嘅哦。係咯，我咪是想，你好啊，咪是想，你特別在意嘅聲咧，係啊，一鬥嘅一字，你不當看到時你該想到，無你是對掉，你先字嚟講你袂曉。誒，你係你 brand 呢 ？Triumph Bermuda 啊！好啦，成啦，人阿路用 Versace 嘅朋友。哦，哈，對。阿你朋友 Versace。係咩咧 ？Versace， 對 ，Versace， Louis 什麼啊？你冇當，Louis Louis Vuitton， Hermes， 係佢咧 Hermes Temple 係白人講，白款 Hermes Temple， Hermes。嗱，你講條阿炳咁先，安尼真濟阿炳啊，樣情啊，特別呢度比較讀本啊，佢哋字我講，你話攞人讀咯。係啦，講咩票過聽？你不當嘅，你不當先。只有你愛讀啊，你不要讀，你不當，你你 LV 啦，叫 LV 啦，嗬，即係。呀，講。有個 download 啊，你去 download 啊，download 你。係 download。啊，掉講就 download 喂，學咯，就學咯，學咯，唔是學咯，碌啊，兩位馬成冇話。學咯 ，Scaling 啊，嗰個 Scaling，ice cream，ice cream， 喂媽 Scaling 呢，叫 Scaling 呢，哦，好啦。可能佢咩 Scaling？誒，即係不知咪是本來學緊佢咯。對。誒，你古早啊，你使下你正久嘅下你邊啊？古早我講下你出來啊，我係朋友下你歡喜啊，笑甲到啊！我阿媽叫我哋邊啊，古早正定嘅邊，下你叫咩？用落地做嘅。唔是咩？你邊正定嘅。落地條。冇 brand 咧嚇，落地條我阿媽是叫 biscuit 條嘛。耶，Chubby！哦，Chubby biscuit。biscuit 條。我講 biscuit 條，所以我唔知叫咩，我叫 biscuit 條。唔，即係 biscuit 是我啱只就是邊兩個學嘅人肯講嘅。啊 biscuit 條，biscuit 條。biscuit，係咪字？啊 ？Misjit 啊？回高登不是上音咩 ？Misjit。唔是啊，就話咧。我人是叫 Misjit 嘅喎，我爸講 Misjit。唔是 Misjit 嘅，伊是福建話晒嘅字嚟。哦。大倉。大粒倉。即係大粒倉唔掉嘅，呢種唔是大粒倉係嘛？一樣嘅大粒倉。Miss。應該是叫做 Misjit 咗。Misjit 啊。Misjit 都別嘅，Misjit 是前一字福建嘅 auntie 講嘅。Misjit。哦。Misjit 啊。結邊因為古早嘅邊加紅毛嘅 biscuit 嘅 concept 冇上嘅嘛，你諗等人嘅邊是大地嘅嘛，你邊個包麵片嘅嘛，但旁邊都係嘅嘛。啊，對。cookie 上嘛是啲嘅嘛嚇。叫 biscuit。叫 biscuit。biscuit 條。有人叫 biscuit 嘛？誒，特別啷個 miss 幫 miss 是。你寫開出嚟學緊字啊 miss 是係咩學緊字 miss 是華南嚟係唔是？miss 就是 miss 嘛，唔是咩？哦，應該是 miss 啊。miss 嘅字啊，咁 miss。哦，嚇啦，咪 miss 或是
米絲棒咯，顧米絲頭個咧，個米古斯咧，米古斯，我不知道這邊在米古斯，告訴我。什麼是米古斯？米古斯是我頂到我只驚去，即係我人嘅當陣冇啱米絲棒做出去嘅，然後一直看到米絲喺邊隻惡喺邊隻胖嘅，所以我就驚，咧我咪是一面是米絲咯，我細細漢嘅時候就我媽講，你叫佢米古斯。我講一邊胖婆曬米菇呢，我叫米古斯咯，instead of 米絲。So 米古斯不，米古斯就是米絲只邊只愛的叫米古斯啊。你看當佢隻米絲條，這個字咪是變做好跟話寫出來嚇。我用個記號寫出來咯。因為我感覺條米絲是真正普通嘅話咧，咱冇人講。這裡我唔怕，這裡我未使假嘢咯。我未假嘢，因為即係。你看，你像阿媽8十歲，阿媽不會講嘅字咧，唔計是人啦，點解我見我對啊，唔是 good，我就是講 skling 啊，還是 skling 啊，你使不到做變做人嘅話，以前可能嘛話是都是通過點聲，一變做 solidify 嘅用法去。比數，個 stand 咯，個 stand 是最出名啦咯。個腳毛是學雲南話啦嘛嗬？嚇？格嗲，個腳毛，格嗲是。個腳嘛，雲南話啦嘛嗬？哦，誒，佢這個新疆來，新疆怎麼？咩？新疆，你講咩參加股啊嘛？我想到這邊個，咱人換車，咱人去考車，考掉無，將買車有一樣物件叫咩啫？咖蘭，咖蘭。對咖蘭咩事？咖蘭。個山咯，個山是第講乜嘢嘛？咁啊，我少唔知講個山係咩數啦。Go Stern。有嘢是係咩咩？係簽嘅物件。英國嘅，係你英國本嘅。有嘢。係英國嚟。Go Stern is nautical term 嚟。有 Go Stern，人講 Go Stern。準啊。Go Stern。Yeah。So 一講 Go Stern。外國人、英國啊，加美國人啊，唔知 aircon 是咩嘢？啊，去平安冇到 aircon 呢邊。冇人冇咩叫講 aircon，樣是叫 air conditioner，我人叫啦美國人。我知。咁但是你講 aircon 有冇問題嘅咩？冇。I mean，你特別想，你樣特別 time to process 咯。伊成啊，because 有幾時你那是有。context 伊人會曉啦，你若是做係時，你住房間，你講 turn on the aircon，伊人咪會曉。對，你若是講紅險嚟講，do you know what is aircon？伊袂曉，因為aircon 你知啦，係你學人嘅出怪。aircon。handphone 是人馬來亞人講嘅咩？手機冇辦。嚇，手mobile phone 咯，我諗。cell phone 嚇 cell phone。你講 handphone 係冇問題嘅咩？你特別到時講佢俾 context 嚟講，有可能對掠到無嚟講紅險嘅。我講你啊，有啲人講到字啊，韓國嚟邊部先講嚟㗎？講咩 ？aircon handphone。哦。咁我哋成日講。那是講是韓國人不講嘅物件啦，安裝唔是我講，因為是 Western 嘛，你 Western 嘅人係冇 expose 到佢哋 terminology，你就 Asia 人會 expose 到佢哋 terminology。你個講係，因那是你是講一個華人啦，你別曉講旁華人，你真正你較慢 slower to catch 嘢 bot 嘅，你冇叫，你是較慢嘅，你一定要你叫嘅，你是 snowball 嚇，你冇叫嘅。落冇叫，我出邊嘅英國人冇講 cell phone，你人講 mobile phone，mobile，人講 mobile。最近你名咩 Helen？係。你名咩？哇，叫啊哆來咪啦。哆來咪啊！咪笑啦。哆來咪。有影我細漢人叫我哆來咪。好啦，超別哆來咪，哆來咪歡迎你第四聽到邊個學嘅？其實隨到邊個學嘅？聽落估啊！西塔摩殺咯。西塔摩？到第四塔摩 episode 啊？塔摩成古都嘛，係了。哦。做幫要。你做幫要？你摸實冇去啦，摸估。蘑菇，對呀，
咦，connection 未好笑啊！一名咩哆來咪還是幫友啊？哆來咪，然後即係我們小幫友出來。do OK 講個 Hoglish 講當今 Hoglish 是講阿莫話變到福建話啦。Hey, you see me no up 啊 you？ see me no up， see me no up。你想未講咩？但係你想未講咩？你講咩？我是想講，有時人會講阿莫話了，講福建話了，用阿莫話講就對。就人講咱要買物件啦，咱講福建話嘛是講臭佢愛50塊咯。嚇！你要講個人講阿莫講是 smelly 有做50$。冇啦，有呀，有人講嘅款嘅啊。我唔捌，我唔捌聽過，聽就有人講嘅款嘅啊，冇啦。聽啦，特別有時講咱掉落安尼開始學你說，咱是 the other way around，咱是講過來阿莫講福建話，咱是好聽咯。咱咧想阿莫講福建話，咱有聽啊。就阿莫，咱講 get no ball，see no road。啊。那也要聽啊！我朋友講，我朋友叫人做 smelly deer，人近日拉就係咁意思嚟嘛。好咯。Hoglish actually 對我嚟講係你本是 consider 是，I mean 你 Hoglish 就是講你用福建嘅 structure，還是福建嘅字，你用阿摩嘅 embed 用依招用依卡嚟用嘅就是 Hoglish 啊。對我嚟講，我隻人嘅類嘢啊，人講 crocodile 係咪 ？crocodile 啊，華呀。華呀，隻隻類嘢咧嚇。唔是，隻類嘢唔是，隻類嘢，因為隻類伊是太嘅，種人愛改變物件咧，伊白嚕，係啊，開大喙啊，人講喂落這裡，哇，擼 crocodile 啊！好，我咪聽佢 crocodile，你諗講緊話是講華呀數，對咪？Don't play。don't play 嚇。don't play。免搞官。咪搞官don't play 對。最後咱一節都知啊，我就是剛剛阿蕉咧，阿蕉冇咪講到。係咪嘅？阿蕉冇咪講到。唔是你啦，諗拍冚店，係咪啊嚇？諗拍別了，諗拍冚店，諗拍別啊！誒，是唔是寫招本嚟？我叫阿招係現話，係啊。對，我寫招嚟。哦，我想做乜叫阿招是阿你另外一間阿招，特別你學下面嘅。這隻 Singlish 不是安尼款了。嚇 ，Singlish 咪是教學啲上嘅，嘢 root 講下你講下。Why you so like that? Why you so like that? 哦。You so like that? Cannot one 啦，cannot 啦。誒，你就我覺得我就想到一個字啦，一個字是特別，咱用講學呢是較少講到嘅，就是 God 咩 ？God 咩？個另外一個咪是 one 咯。啊 one 對。誒特別阿莫 British 講 my one 你用講嘅，就講 y 用講 my one。我人嘅 one 是另外一種嘅。哦 WAN 嚟啊。冇，我想講人等人去學依個古仔啊，冇人直直講 what，所以人咪是講 what 咯。I mean what？ 你話聽？冇，想講45,000 what？ He beat me first what？哦，係你阿莫講，英國人會講嘅。有一個這邊啲英國有一個 class， 較古早嘅 class 嘅英國人啊，伊想講一個 bad habit 呢，講一個 sentence 啊，講 what。哦。你後邊，所以佢哋 class 嘅人對起馬來西亞古早係點寫字咯，人聽到人學啦。個話。即係 proper 嚟啦。嚇。One 你諗想 got one 啊 ？Where got one？ Where got one？ Where got one？ I know I see。 Where got？ 係咪阿boy你講咩？聽冇咩掉你講？我講就係咱講，咱暑假講 one 到後尾就係到未來咧。咱講 Mandarin，我都
ปวดในความ A 咯 A 是路路 A 有對诶對對有有诶有诶，唔是一你知道？有诶有诶，就對有誒嘛是 got one 啦。哈嘞哈阿 John 嘞，阿 John 阿 John，potong trip 我 potong trip 嘛是我當初是煩惱啊，講啊，tapi是等人嘅話嚟嘛，刮咯，掛咯，刮咯，不當誒我老唔是，伊是講伊話車伊 overtake 伊啊，講隔伊。隔你下，哦，不當 trip 是你啲靠人嘅 girlfriend 嘅時，兩講不當 trip。唔是㗎啦，嗱，你若是要做物件，แล้ว人買好做啊，成個哦，即係未窄路成個窄路嘅款啊 block 路 block 路，成個人不當 steam 呀，不當 steam 呀。我當 Steve，不當 steam 個無上個，我當 steam 是成個你時間留着，嗰人就可以就可以啦。喂，OK 對處，嗰人係叫不當 steam 對唔對？對啦，不當 steam。我是講人角落話，角落。個 vlog 冇學緊話啦，乜都開玩笑，叫炸爛，當然啦，講掉咯，白當就笑咯，角落笑，我係炸爛話係，炸爛先嚟酷啊！炸爛，成個下我當見我感覺到一陣就聽邊啲學嘅人啊，開始用嗰啲 LGBT 嘅時講 QQ 嘅時，我真歡喜。我真係成日聽 QQ。茶波咧，係個字先嚟，等茶波。你特別記得有寫嗰陣，佢寫出咗我每句好屌嘅。有，冇，是兩個自己寫出來嘅意思。特別意思個有意思嘛？除非你人有較好嘅，唔是講我人寫出來，我人就被拔到特別對。但是人有較好嘅用法，咯咪是講咯。有陣時一啲較好嘅就 survival of the fittest，係 stay strong 嘅就 survive 咯。即當劍就唔只是查某啦，係全咩意思？冇錯。對呵。我就係講話。好啊啫。哦，你冇聽呢 episode 啊 ？Drag Queen episode 是 transvestite。drag queen 唔是 drag queen。茶波啊，個茶波。我諗要再講即人變靚嘅人係啊，講 drag queen 嘅時，有時用下面 term 嘛，按咗講 drag queen 嘛，應該我諗講茶波咯。有時我咪是叫阿龍，我安怎會想出來，咱會寫這個字做茶波啦。然後阿龍就suggest 啊，提議。我講到茶波啦。我這裡跟這裡話題冇關係。等 pause， 你就提議係你差唔多嘅差。所以是成個淡薄嘅食個聲，個雜波嘅聲特別個差的，錯淡薄啦，嚇 almost 無分的意思咯。所以我是講我人買做成個我人是 authority，但我人是有人款用咯，所以若是感覺到有亂較好嘅用法，有人講起來是，我覺得自己 survive 咯。咁但係講冇咁好嘅想法嘅話，你彎就是 authority 咯。對啦，我人叫咩 authority，學緊我叫咩？我人做俾烏掛晒咯，俾烏掛係咧，即係咩？不咩？特別英國點講咧？你八蚊嘅，過蚊嘅，咩是過蚊嘅？喂，其實點解你有講過蚊嘅嘛？喂，前隻嘅啦，講過蚊嘅，呢兩冇嘅，降笨嘅，呢兩冇講政府嘅，降笨嘅咯。哦，公班啊，都識講什麼意思？public 啦，public 降係咯，班或是做工嘅意思咯，班降笨嘅都就未有，都就係古仔人就講咗嘛，都係成個 tricky 嘅嘢啊！以前個本啊，你看下，就把條仔咧，古仔人衙門嘅衙係，咁可能夠曬啦，能去報怪啊，衙門啊，曝光都就曝光哦。都去報關啊！你接住你講等，你人去報馬來啊，古仔人去報關嘛，對唔對？就拍落講嘅嘛，頭先拍落講啦，創住佢裏邊攰到嚟啊嘛。喺你會就叫做嘢啊。夜妹就係夜妹。
衙門啊，中文啊，衙門哦，國辦嘅咯，咪是個政府做工嘅所在咯。哦，I see，公辦嘅，當個我條即係字啊，有時間變人有講嘅。哦呀，所以話啦，古早人係做工落搞啦，一用係你真正專業嘅人字啊，嚟記住你英文嚟啦。哦，國辦嘅，搞，個台灣呢兩冇用這個講，冇，即係變人講嘅。哦，是咯，我係前仔咁樣講嘅，你看，我國辦嘅，講辦嘅，特別伊個話了啦，咱講關事了，伊個話去啦，特別我巴如講我參加路人嘅時，我巴如我稱呼講政府哦，伊是阿毛字嚟，伊是迄個荷蘭嘅字嚟，伊是阿毛嘅 company，哦，company，哦，係咪叫裝叫啊？我啦，哦，嚇啊，就日本留意嚟啊，日本留意。Google Plus 安咗部 link 個未接嘅喎。你就俾 refresh。個啦，設備90滿了，所以 chat room 滿了。冇拎未接嘅嘛，佢用時咯。冇拎，佢 act 啦，佢 act。日本留意，歡迎。知道。當今講幾面啦？當今我能講學歷嚇，OK。我能講掉，都係講啊。嚇，冇嚟講啊。哇，冇格爭有啲，哦，格爭有啲哦，歡迎。但我看到格爭啲主隻，格爭啲主，我看到啲雜記是看到啲 Facebook 嘅。啊，冇我能去 restaurant 食啊。啊，鉄板焼き啊。okonomiyaki。Economy。Japanese pancake 啊。Japanese pancake 啊。哦。誒，แล้ว我知道半暝拄到日本佬伊攏知哦。好啦。半暝我對家去我食飽啦，對家去 hotel 咧是，伊人家來載我。半暝我食掉了 dinner 啦。留咗。嚇，你特別人家咧特別愛困。是咯。特別無法攞機會，然後特別見。無法啦，last chance 了嘛，係哦。你個人未記，未榴蓮咧，行去 bus 個咧。係咯。我嘛吵架半死。你講啊。你愛講呀？冇，家陣你嚟講呀？當佢講嘅係Hokkien English。啊，冇，家陣唔講，同叫人講嘅係咪講？哦，Hokkien 句，特別即係句啊，好差唔多了，即係了嘅時候講句個數，就到底哪樣啦？你諗大媽講即係票時，你講緊咗？即係票。啊，冇家陣講句個數時，你好啊，瑞拎所謂接條 Google Plus 啦。OK，我到底 Skype 會叫你嚟拎。你好聊咯，要講佢講住咧，我緊張啦。你冇當。Louis Vuitton，係咪啊？Hot list 啊，Louis Vuitton。冇講 hot list 是成日講怎麼講？冇，For example，成日講why you so like that？ So hot 咯 ，got 咩？講Malaysian English 嚟講啊，特別呢個 structure 是用福建話嚟講啊。I drive Proton you see me no up 啊。see me no up。你看我未起啊，你。看未看？誒，你有當時曉，我較無熟解咧，就是因為我是要保留，我要甲照顧人嗰邊咧福建嘅時候，我較無熟解，就是用阿摩話嘅 structure 嚟講福建話。應該俾你個 story 個 call 啊！我講用阿摩話 sentence structure 嚟講福建話。安怎啊？有人有人只肯講話。少是較只用是阿摩切人。即個特擺拖入頭特擺。拖入頭，因為阿摩嘅 structure 嚟講。係啊，無啦，我咪是想咯。講阿摩話較濟就未發樣咯。冇啦，我是講我較無時間咯，無辦路。是講我是講我較暑假，我較無暑假用咧。你想講安怎啦？那我 try 看過來講一句，互我聽。阿摩嘅 structure。OK。
啊 live 會看到嘛？我嘟嚕嘛，我嘟嚕嘛在扎起，我嘟嚕嘛在扎起。我嘟嚕嘛在扎起啊，啊你唔叫啊？ I meet you in the morning。dramatic 我媽在扎起嘅嘟嚕特別。先講點聲先嘅，先講點聲了，講所在，但講你嘅 action 咧。馬仔，扎起跌到落位嘟嚕。哦。OK，我時間。冇波啦，你看冇波人教啊？那當今對，你唔知嘛？你細漢個大漢咧，你是用呢指導。冇波人教啊？你看物件誒，我聽是好事，特別我若是講誒，我定就是用阿摩嘅 structure 頭先嘅。你講阿摩話嘅福建話是到頭邊嘅啦。冇100%啊！冇講到頭邊，就講雲南話嘅阿摩話是到頭邊嘅嘛。到頭邊嘅咗。雲南話家學嘅話本是到頭邊本啊，一個特登邊嘅所在冇想到。所以按照後雕介紹佢就走，所以點聲頭先，點聲所在 action。我媽在到啲半山會見咯，我咪直接問點聲所在。แล้ววังกงตัวนี้เตะอามีฮอลลี่ you know come I know go ลูกโบไลออนทำไมขี้That's fine 咯，就不能嘅，you know come I know go。喲。哇，吹機嘅事講緊嚟困咯。Find chicken。You go Thailand. You go 合仔 find chicken is it? 你是不是未曉？你是可能福建，那是你是未曉講福建話啦。你安怎會去想到咧？你啊，你看，你想一個查某啦，伊賣雞麵，伊講米 chicken。哎呀！Is it 嘛是 is it 是 actually 是冇是唔是 is it 哦 can or not 快福建話講 A B 啊我試啊條啲講 can or not A B 啊嚇對我有早拄嘅是你美國嘅同事啊佢頭一刀去 Asia 咗啲邊個頭一刀去 Asia แล้ว開會咧啊伊好像一 Q 到啊一面我講我攏咁樣講 can 什麼名can OK That's right oh my god actually 真正有理由伊無明白嘅咯can 那我諗住睇 can 啦ยังก็ go to action item เนี่ยแต่ตอนนั้นก็sure can 我就是講咱福建話時候就3點聲咯，咱講嘅物件。對啦，咖啡嘛。特別，咱福建人愛講話講直刀嘅，所以對。咱學啲阿冇話本事講啦，咱就冇講 A， 咱講 A， 冇啦，冇好啦，好，快，是啦。fast， แล้วอาซีอีเนี่ยตัดเอ็ดนั่นก็อายุซีไป action action ซีไป action หน่อยฮะแล้วตัวมีฮะตัวใกล้จีฮะตัว你個想法，你就借你，人哋都阿冇請嘛。นั่นก็พอเท้าแก่แม่ละแม่นั่นบุกก็อายุกันนั่นก็มีกันนะแม่กันเนี่ย咯。跟哪咯？就跟哪咯？咱個講跟哪是華納話啦，華納話，是學歷啊，學你，哈哈，嗰方面，當時候都對人buy back，買咗點嚟？嚇，俾buy back 有啊，我講有，好像意思啊。拜拜，冇啦，新加坡卡濟啦，拜拜，下面是你看你，我新加坡嘅人哦 ，structure sentence，你在做這 sentence，你厝冇係咪食，你出去拜拜，
哦，買對只。買對嚟，嚇買對。哦。打包咧，咱無講，咱個打包，咱 English 叫打包啊。already terminology 都幾點了嘛？What time already？個嘅，你嗰時聊點聲，是咱個嘅字。What time already？啊，點咱聲聲字，你字聲聲到啲百位啊，咱個係到啲百位，悄悄的。好啦，咱尋日 grammar 好誇張講。這是類物件 ，this is yours 啦，人講，用完啦，你講用完啦，買完，用完啦，買完啦。特別我是冇聽過英國人講用完嘅喎。冇唔捌啊，冇啦。我 OK，所以我好多隻 example 都去聽。買完唔是用完，買完。啊，買完用完。買呢是變咗買完，是即係出名英國嘅 YouTuber，是咩咩啊？講伊個 girlfriend 是 YouTuber 啦，即出名啦。伊到啲 Brighton 嘅嘢，阿冇 Brighton 嘅伊是 shit 咩啊？喏，你一隻 couple 嚟，伊個 girlfriend 就水本，伊是做 makeup 嘅咧。Oh my shit！講得幾多大？真係人真係。哦啦。我想或者我等於你是 research OK， 啷個講先？而家買完咧，我就想誒，我真係講買完。可能當佢馬來西亞。can 冇 can，注意咯 can。呢個一個字是 job 咯 ，job 嚇，stamp 冇字咧。job take this form，嘅這form 要係 job。哦 ，job 嚇 ，job 是 stamp 嘅意思嚇。安怎我成日安怎係 job 呢嚇？係啦，唔知啊 job。安怎講嘅 job？actually 我有一個經驗，我參加過一個 seminar 啦，伊是去壯齡數字嘅壯齡會做嗰隻 seminar，有正加阿摩話嘅活動，去壯齡嘅喺你河裏邊做過一個 seminar 就，伊講咱人講嘅紅話無好，係咯，伊講譬如講啦，咱人講咱人特別學好嘅 English，actually 我自己本身我唔是真係贊成嘅啦 ，of course 學好嘅 English 係好事，特別咪。講嘅咱家己安尼寫衰，都無需要安尼款呢。伊講話咱人啊，講吼，譬如講咱人也 form 去互人作，講，咱 you should say to stamp the form。講有 form 去互人作咧，嗬，人聽咱人嘅潮語，我非到啦，咱無需要安尼看衰咱家己嘅，而家就是咱講話嘅 pattern 嚟嘛。你講吼，你講吼 form。一嘢嘅一 job 咩 ？How do you job？ 講 job 是站在月頭而嘛，對唔對？要 form 安多嘅 job，係咯，我度開超會咯。Then how do we throw a party？ 係啦。English 裏邊咪是有前一件是冇 make sense 嘅。嚇 ，idiomatic expression 是做好嘢 language 卡學習卡水咯。throw a party and then 都話聽是 how do you overtake someone we also cannot overtake one person one cut ear how do you overtake 一個一個都是 team deep very deep very deep deep 特別阿摩俾人半係啦，有本啊，少年人半講嘅，wow that's deep。啲人少年人不如講嘅阿冇人，係講真正 philosophical 嘅上面是講真啲。有做啦，後條啊，你係白嘅，仲有粗鼻啊，你係白嘅粗鼻，你係白嘅。咩？係啦，你看古劍個愛誒，誒，真真 rare。劍啦，看那接線。哇，真水咯！白絲那看那幾哩，等我看。Zoella，嗱，我再見到看 Zoella 噶。我知。你名咩呀？伊個 boyfriend 名咩？Chicken。Alfie。嗱 ，Alfie 講買完咧，特別講買完咧，你注意聽佢講。可能伊是少年人嘅講法啦。唔知啦，有可能伊是馬來西亞嘅人。我佢是 Alfie 嚇 ，ALFI 咧，係哪個名啊 ？Alfie。啊，Alfie。
係咯，要講埋玩，不得攏看，你不得攏看伊嘅 YouTube 是你最聽嘅。你話誒真奇怪，我特嘛後屌講起啊，伊講我咱要看水，咱講咧互人看水無 class 啊。我感覺啦，我當今搬來外國了啊，我更加愛講嘅話。你 local pride 嚟啊！我個 appreciate 佢啦，只要當大邊領大馬來西亞時候係啊，即係講嘅軍事啊，我嚟這邊啊，我我有時間咧阿摩尋就講尋福建話，你講就啲啊 confuse 人嚇，爽啊！咱人馬來亞人哦，真正夠看出咱家己嘅咩？你注意啦，咱人嘅腔甲新加坡嘅腔是真正歪嘛，對不對？特別新加坡人啦，伊啲紅毛人嘅面前，伊照講English係無關嘅咋。但係馬來西亞人無就人對對紅毛人嘅時，咱對對英國人。哎呀，特別學伊嘅腔了啊！咱嘅腔係變咯。那是講你去大啦，那是講你大，那是你大一邊咧，你咪是買，你那是。未驚另外一問題，但是你冇講啦，你講你到底話大位啊？你自己講我講嚟看啦，你好冷笑，唔是好冷笑，你唔知你講咩物件？路人講嘅話，就是路人把路 remind 我一下物件啊。即個 I don't know whether Malaysia 會看到啦，tapi 當今有新嘅 Star Trek series Star Trek。誒，到底 Netflix 會看到？so Michelle Yeoh 就是伊嘅 captain 嚟，哇，就是伊 captain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s。了，伊拉 interview Michelle Yeoh because 伊人 pick Michelle Yeoh as the captain 嘛。因 Michelle Yeoh 講伊 intentionally 伊愛 retain maintain 人嘅 Malaysian 嘅腔，人嘅哇，馬來西亞人所以你看伊是伊講伊話，你有 Malaysian 嘅腔。OK， 好啊，你看。特別都感覺就講 Michelle Yeoh 講嘅是馬來西亞嘅腔嘅，我感覺冇事。唔是，伊講嘅是卡，或者講馬來西亞誒。英國超過英國，他佢阿毛仔嗰啲嘅 family 講嘅話，特別要淡薄，要有馬來西亞 flavour 本，特別要唔是細限嘅，伊唔是講阿 John 會記嘅 Star Trek 誒頭先嘅時，伊阿毛話人講to boldly go where no man has been， so Michelle Yeoh 咪是講咯，人無驚人，去所在無人嘅所在。阿毛而嚟嘛，伊唔係講阿毛，你講啊 ？Everywhere also I go. No people place also I go. I no afraid. I no scared. Don't scared ah, don't scared ah. Don't scared. Just simply go. Ako simply 咯。冇，你有人講而家 simply 即我頂啲冇聽到人講話 simply 係咩啊？就講。真猜啊！yang bagi na siapa sih yang don't simply run 啊 simply 啊 you simply 啊阿咪好 easily 個咧冇一些嘅you don't simply run like that 啊 not on auntie 啊喂嗰隻叫啊係叫差呢度冇 simply 即係日本國家界嘅喎don't do like that 啦don't do this 啊don't hit 哥哥啊講起哥哥。誒特別我 feel 到好咯 Michelle Yeoh 特別唔知伊是講是安尼是伊未驚還是伊條特別那是講我看到伊嘅 interview 伊講伊會 maintain some of 人嘅 because 我 feel 到because 因為伊對 Star Trek 嚟講係真正有意思咯，因為 Star Trek 就係 universal 嘅嘛。Star Trek 嘅 idea always 係想伊嘅 cast 嘅咧 always 真正參加者真正 inclusive 嘅嘛。所以伊安尼講冇特別是真伊 intention 是真是嘅，本好特別我 feel 到伊嘅 commitment 對佢嘅 character 有淡薄馬來西亞嘅味素咧是好嘅。哎呀，好時好啦，伊個名唔是鄧人名嘛，伊 Michelle Yeoh 伊是 Captain Georgiou 啊。做酒嘅嘛，伊媽做酒嘅定到時。特別你別講嘅，做咩事有可能伊媽是 Malaysian 呢？酒嘅啊，酒。
搬了未？大粒頭搬了未？搬了上個是未出了未啊？出了。到底 US 灣嗰陣時會使買到底伊人當見一單，人 I think 會出了未記。差唔多啦，我唔知幾時啊，未 start 過啦。because 我看到伊個。伊人有講即邊美國人伊人 protest a bit because 伊個 main character number one 就是 Michelle Yeoh the other main character 就是一個嘅查某嚟 if I'm not mistaken 哦樣上邊啊你所以伊人被 shot 啦你上面看你是你就我講面啦so 我看我人無通到 Netflix 看 outside of US 來到 Netflix 看較線咯我嗰度去買啲 special 你唔知咩意思當 where air on what 啊 ABC 啊不 ABC CBS 唔知咩字牌我有空頭看啦特別人直接要載條 message 啊大粒頭啊唔知看特別冇人到啲個 US 個卡能夠嚟哦我吹彈了9個月一半9個月9個月一半一半曉24號แล้วก็มีก็ฮะ before นั้นคำไต่ก็มีก็แต่ไม่ญี่ปุ่นเราอยู่ตัวเหี้ยเหรอนั่นบุษอเมริกาบอกแค่เราก่อนแล้วแต่ว่าจะนึกกันได้จิกุแล้วชินชัยมาก่อน simply ฮะชินชัยน่ะ simply eat แค่ไหนดิชินชัย eat อ๋อรู้ก่อนชินชัยอ่ะบอกว่า冇講ชินชัยอ่ะก็ simply 凊彩有可能是變做成個咧白刀嘅打包，你那是講你大啲，那是你大邊人啊，那是你是阿嬷本好啊，你一掉誒學掉打包嘅，你去阿嬷本有聽你講打包啊，那是講一大啲，你是講是 tourist 啦，那是講一大打邊嘅一啲凊彩咩？我朋友啦，我朋友連東邦朋友講啊，東邦哦。我朋友講謝哦，講來 try 講嗰時個啫。那時咧repeat 咗3道咯 try。伊食物件伊話落嚟曉，來 try 轉落去咧。伊講來啊，唔是講come啊。because 伊出咗嘅朋友一gang啦，紅哥會拍過去，人成日嘛，來 try，伊特登來 try。咯，我若啥只趣味咯，我只若啥只趣味就是講人。when 都 embrace 人自己嘅講法嘅時候，แล้ว foreign 嚟到嘅時候，伊人本會 embrace 人用嘅。特別唔是100%一樣嘅接受，就有certain啊，哇，真係。有啲講冇像人啦。嚇，冇像人，有啲人真係接受。有啲像整個，有啲像爸爸咯。馬來西亞人咪是有，我特個講我有一個 Malaysian 到這邊大家20年嘅嚇，講我 speak also like that，我哋可以，我唔係 American friend，我 confuse 啊，頓到咪得喎。不是有，爽啊，就是爽啊！有時伊人是安怎啊？若是講，我是感覺到，嚇，我對馬來西亞是啦，maybe 唔知大人會，特別我是嘅款，我到底這邊嘅時，我甲冇美國人講話是，對我嚟講係，對伊人嚟講，我 already 已經有 accent 咧就，你是我，因為我對是較 emulate 伊人嘅 speech pattern，特別我對起馬來西亞嘅是咧，我係阿嬷係，我到底。Uber 是啊，是到底大陸外口嘅時，就是會講個河南是另外講話是，我係阿莫話佢我轉到啲馬來西亞阿莫話。嚇，我安尼看到嘛，安尼看到嗰個別度波動，你講到對起，你講阿莫橋啊，哇，人大針路啊咯。特別在嘅。嗰 special price，呀 special price 咯。特別，但係我冇做 taxi 就成啦咯。冇，我係 sister 啊，我 sister from 伊咪講伊舊年去 Australia 啦對。แล้วกาวางแปะๆคิดว่าตัวฟริงกี้ในมาร์เก็ตเป็นไงคิดเป็นมีกี่เหรอแล้วอีกีก้องเอ๋อโมเขียวเอ๋เดอ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นสแลงอ่ะว่าแล้วว่าก็คิดเก็บยาตาว่าแล้วอีเบ้แล้วว่าขี่ตาเบ้ฮะแล้วว่าก้องตัวตัวฮอกเกนว่าไก่เบ้ฮะว่าเบ้ที่เชิดนะบ่าวจับกอคออีเบ้จับกอคอ沙杯。等下有一種人啊，我真無識真見。上啲上面是攞接個殼，我插個殼，我講阿木強嘅事。要得啦，要阿木得先話你嘅講你 Australian essence 呢塊咪是個針咯，我講上啲出喎，咪咁俾掉，無上嘅只一聽俾強啦，有時講到華國人啦，有吐司針咧就。taxi 有時無上嘅。我但是我平時我冇做特別樣在，因為我講係哦。
我甲人講，人講本來嘅話文，伊人講啦本來嘅人啦。even 你講本來嘅話，伊人看你穿下面嘅衫，伊人會知。對。是我嘛對讀過，我甲講福建話過。特別我無我當我都讀就打我無一的士，我當干那隻，I mean，按響叫伊嘅的士啊，我當然是隻 Grab 加 Uber。就是特別講嚇，特別有一種人啊，真正見嘅都是迄種。個 exchange program 啊，3個月、6個月幾節啊，對那是哇，伊阿冇想去。特別我有個路，我有淡薄，我會個路講我有人是，maybe 有 action 嘅本事有啦，特別。我伊唔是說等字就伊干了咋。我真係特別有人是 action，有人是。我拄到條朋友時呢，伊去3年了就。去 take course 嘅 overseas 啦，係哦。你 after that 一對人嘅點聲時啊，一講嘢腔一對嗰邊邊嘅國家嘅腔咯就。你有人講講福建話本啊，伊 answer you back in 阿毛咯就。我話唔係講福建話，你我未記福建話咧，我未記就係講我小時去3年，我去3年咯就。我們那可能都出事都聽切，我們那可能都未記咋。對，那係你我就係你唔一 over action 呢，就3年啊，做緊比較講福建話，對咯。因為通常都幾死個可能你講事實。國家一聲款對嚟國家又冇傾，特別可能個別打下嚟。係你是極款嘅，特別有你。極款你到啲 fact 佢都話，一般佢都就係講，我有本事做，我係 slang 出嚟佢都聽，講我阿冇話㗎啦，咪你說 English 冇上嘅。有陣時一睇緊，將你計學嘅話，呢啲印都阿冇人嘅嘛。我咩做咩講學嘅話？因為3年其實我未見真講學嘅話咧，我死㗎好難喎嚟講。我有知道嘅是，我有一個朋友本身，我一個朋友嚇，伊講話嚇，特別上加有腔，特別你唔知伊腔是得落位，然後伊有啥一隻 ambiguous 嘅嘅腔咋。你話哦，我想講伊是到啲Australia 為大嘅咋。咧，伊講嘅是成日有腔淡薄咧，特別我覺特別到啲別人叫我看到伊，所以關係我話再講，伊唔是讀 Australia， 伊是有把去 Australia 讀冊，然後特別伊講話伊阿莫伊福建話係，覺得有淡薄唔咪準嘅咋喲。係冇位，佢話冇話冇準就夠日職啊。有時講啊，我人嘅介紹就係朋友學英國中白咯，我嘅朋友伊是英國。citizen 嚟本，然後伊細細漢4個月一直去英國咧，伊英國腔是 natural 嘅咯，就是伊開出就是英國人講話，想，英國條你佢聽下就講話，伊有可能唔是呢邊大漢嘅，特別我一個朋友是呢邊大漢啊，伊有人講話是100%英國腔咗，特別一堆嚟邊人，我一堆嚟邊人過後咧，我較捌伊嘅。因為有一個比賽，拄着我個捌伊，後來我就是聽到伊啲講嘅 briefing，點聲伊個 director 講話點聲，規場我覺得看到伊咗，因為伊是鄧當面嘛，爸爸是鄧當，特別伊開始講嘅是英國嘅 London 嘅 accent 嚟咗，後來一出來咧嗬，我個就係講伊是啲邊人出事嘅，特別伊細細喺度規個口嗰粒幫人講咧，特別伊講福建話，佢是有邊人嘅腔過。人都做嘅，有啲人是冇嘅嘛。哇！我而家介紹一個強白咯。係啦，少年咯。講硬模話咧，你琴日照啦，你上開成國人嘅。嚇！特別伊個爸爸咁樣講福建話嘅伊嘛。呢個，你所以伊福建話好笑伊個邊人嘅音。我特別我是做 Uber 嘅時，是講是鄧人嘅 driver 啦。我就是咁樣講福建話嘅，因為做 Uber 嘅時間就成日計拍擴可能。所以我特登咁樣講福建話，所以特別伊人誒 app 有嚇，即係就係講我是 US 嘅。電話 number maybe。before 我換嘅是。because 我 usually 話 logo，那麼特別係即係就係講都是掛改。一個直接。電話 number。你如果你用美國嘅 credit card 嘛？嚇，美國嘅 credit card 嚇，即係就係咩 credit card？係啦，我係 Uber 是 Apple Pay，so Apple Pay 伊人看就是阿摩嘅，特別我英國嘅 credit card。我到啲 US 啊，唔到啲 Malaysia 嘅時，我別用 Apple Pay as a payment 啊，我特別用，伊講 credit card 嚇，我特別接 key manually 話喂credit card。哎呀〜
我都播翻快全，你都播翻快全都是 TV 過嚟嘅。我特別熟。係啦，我咧是個嘅就冇啦，我是個曉就冇啦，我這邊咧點講？我係播放是用韓國語，sorry。有。我嗱時我係波蘭嚟。我就我係在講阿 John 講黑話，本來在講人家阿 John 講嘅要強，when 伊講嗰個伊無講100%學嘅，一伊接個佢哋阿莫強阿莫話一皮啊，and then when 阿 John 講伊阿莫話伊 pronunciation 無成間嚟 Malaysia English， 在講伊唔是對 Malaysia 一個外國嘅 pronunciation 嚟，伊在我講伊在。你聽住話啊？你講？特別福建話。你福建話 no doubt is 變成福建啦，係，but 你都冇用100% 變成個福建話嘛？你講 in between 你接阿莫話，你 understand 咯？你 when 你 compare 你接你阿莫話點解 pronunciation กับว่า人講福建話阿莫嘅 pronunciation 咗，係特在咧講即係話國English pronunciation 嚟，係傾冇相。真正你人嘅 American English 啊，你 when 阿 John when 你講 English， 你 pronounce 個真正啱啦，那真正 correct 呢嘢咧就一多年個咧 flat 安尼款嘅，無上個就個人 pronounce 那 English 啊，啲 Chinese style 咧 R 變 L 安尼款嘅啊，無上一再。諗下別。諗下別了。No free 啊，安尼款嘅啊，安尼款嘅話，那 pronunciation 唔啱啊，靈啊，咧 Chinese slang 嘅會就，แล้ว阿 John 講嘢福建話本要規律越強係哦。嚇！我睇冇阿莫強啊嚇！喂，福建話就阿莫強。福建。做乜留意啊？做乜留意？我係劇定㗎了，人較濟是話阿莫名嘅，特別人講阿莫名是人講是用馬來西亞嘅橋，用別嘅橋。成個我有一個我有一個兄弟，伊個名是 Eric， 所以你講那是美國，那是英國話，你講 Eric 啊，特別 in 邊個啊，你特別講 Eric 嚇，係咪 Eric？哦 ，Eric，上。那邊咧，那叫咩？那叫 Mary，阿叫 Mary Mary，那邊咧叫 Mary， 叫 Mary， 係喲。誒冇，我邊咧叫 Robert 啦 ，Robert 都叫 Robert，Mary，你叫做 Mary， 叫做 Mary。冇 R， 個咧是 L。我內查某兄弟大啲英國嘅人，成個一個校長講嘅人啦，伊人真正細漢時。搬去大啲 London 啊、倫敦了，แล้ว伊個名是 Fiona and Sheena， 特別伊個馬來西亞真正叫嘅人 Fiona。等陣我講一個嗰個，人嗰有學歷史就是名嚇，但是你名攞嚟嚇，因對人講咯，你名是一個聲咧，頭前加一個 R 你知道？即係叫我阿 John， 阿 Ben 咯，阿 Boy 咯，阿 Boy， 阿 Loy， แล้ว阿 Bruce， 喂，阿 Bruce 又叫，所以人叫阿 Bruce， 咁樣人叫阿 Bruce， 一般仔嘅。加千嗎？係咯，呢度是 even feel 到成加千呢叫阿 Bruce， 喂，二大位叫阿 Bruce， 頭。來。It's a term of endearment。對，嗱，即係阿莫咯。但係你咁學嘅你講得講咧？哎呀，咩啊？term of endearment 咯 ，term of endearment。term of endearment 啊，誒 boy 到啲啊咯。endearment。阿 John 啊 ，again 啊。啊，你咪叫嘅啫。阿 John 啊。endearment 咯。個爽入面。個店咪名叫咯，佢都哋看阿 John 啊。我真正冇叫我 Patrick 嘅，伊叫我 B，because B 是baby 卡爹 B， 所以人叫我是阿 B 啊，所以我是阿 B。是一隻阿 B 嘅，這邊。哦，我朋友講。家姐細漢嘅，啲細漢嘅就叫阿 B。但是我叫伊買電話時，阿 B 叫阿 B 叫出嚟。我等我叫應該聽部電話時叫阿 B。我 email， 我想到你答我本有阿 B 嘅好笑。阿婆，但當時第二叫囝人叫阿 boy 啊，伊是答我。阿哥，當時什麼班課有人叫阿 boy 都叫伊囡仔，因為朋友變過去，我講伊叫我嚟，我叫阿 boy 嘛，我想住住。阿 boy 阿哥。阿哥咧，哥
Girl 是啥 G girl G R แล้วตัวที่ R เอาไว้ก็แล้ว girl ยังเกี่ยว Okay lah like that can also low can also low ปุ้นเลย我是老妈讲个ปุ้น哦ปุ้น啊，ก็ปุ้น can ปุ้น 只要这 can，咁樣後尾才揼隻四揼，因為明明真正再來啲本都是 can 喎。我是這是 inspired by 你的聲嘅這個greeter 係 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 因為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 What it's so perfect that 我感覺就是真正有真 brightful 啦，我感覺到 feel 到真 brightful 咯。你尤其是你講咧，以後我跟華人你講，一好像笑在，一隻 process 佢一時就笑個冰嘅。你真係好笑咋？你真正有理由嘅，你笑起來真正有理由嘅。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啊，老咗，所以這個 episode how long 不到了，每期是啷看，啷去的成就咪假是，你解每看，how long does it take 啊 ？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long 啊，不到你講。Okay, I cannot talk for you how popular this episode is going to be, but I can tell you now, I want to close stage already. Can also low. Want to. Close also. 安尼快咩？後面是安尼快，我諗點半正啊！你成個你錄音是你接來是個錄音嘛？嗱錄點半正嘅啊！安尼困啊！你是咪就你就講係冚了啊！怪味水嚇，冇好寫嘛？怪味水啊！錯嘛？你是幾？怪味水啊！哇！我可以記你怪味水這名，我未記你你 KDK 名喎。KDK 啊，你是裝紅絲，你是唔是博一零？唔是啊，你是裝嚟。你唔是博一零。Felicia 單隻嘴。未記啊。安仔冇聲嚇。你困起嗬？你個有啲咩？冇呢。no， 有啲個嗱，你看 KDK。你看到一紅絲。哎呀，我未記啊，不打叫 KDK 啊，Felicia 單就看到，我一秒才未記啊。OK，感謝各位聽眾。我揾秒啦。好啦，大媽一見名就林拍冇別，林拍別了。伊頭頭名嚇，我未記頭頭名。伊名林病嘛？嚇，伊名林病嚇。特別好嘛，對唔對？然後英文啊，你聽眾講英文會記名就林拍。別了啊！哎呀，我梗係錯住佢。有一個咧，我早都叫一個咩幾百澎湃嘅了。對，全部唔是我學嘅，別人學嘅，阿多學嘅。講冇名啊！嗱，最高只 can 叫運幫周大陸了。伊名 CB 終於啊！咪 B 呢隻 B 我講。嚇，對。我講就係嗰啲隻 B 呢，等住個 B represent 咪，你講阿咪笨家人啊，我不要聽啦，我還那呢等我講好，你講你嗱唔結幫啊！所以你結副結爸爸唔是我學，是日本留意學。呢度隻嘅嚟講嚇，係西款副結幫爬，是有 unique 嘅講。係嗰啲隻 B 咩笨家人啊，對，我記。還那啦，個副結幫爬啦，佢咧用啲名嘅啦。用個當劍咯，用個當劍咯。用個當劍去啦，副結幫爬。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我特別今特別有出聲，對淡薄怪味水咯。然後個有冇出聲對學堂，然後學堂都係咩叫咩嘅？學堂都咩嘅咩？冇，有人都嚟寫聲咯，你副機澎湃，真係寫聲。OK，然後個有查某婆，然後個有英國中，拜拜。然後個有鵝鳥。Hello， 拜拜。然後個 lesson 冇講到，然後個有啲阿龍，
แล้วก็ KDK ว่า未記伊名啥名不是單 KDK แล้วก็ฮองซี唔是boy แล้วก็有到啲 Skype 下邊嘅有日本老姨嘅伊嘅小妹กระจังปุเตแล้วก็大粒頭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個禮拜點半鐘講個當然不多有啊，看你話 break 就 before 講幾個時候就俾佢燙女啫，我去做物件咧，我應該當劍燙咧，肯定係食。我俾你就係燙女物件，你當對我 Snapchat 當對看到啊，你燙女物件，我麻俾下我80萬蚊而家好呢咯。感謝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拜拜拜。